大家好，PK Channel 好耐都冇同大家見面啦。最近小編呢就跟咗香港傳媒參訪團去咗江蘇，所以今次呢就同大家一齊快閃江蘇5個城市。江蘇省呢既有深厚嘅文化底蘊，亦都係中國創新科技嘅前沿陣地。南京、蘇州、無錫等等嘅城市呢，唔單止係千年文化古城，更加係國家級嘅科技創新中心。今次行程，小編呢就睇咗好多唔同種類嘅機械人。江蘇嘅人工智能應用呢已經去到各行各業。南京呢就有一個人工智能生態街區，結合咗線上線下嘅服務，協助企業孵化同埋展示產品。各種嘅家務機械人呢，蘇州都有，執屋、掃地、抹窗、煮飯，仲有提供情緒支援嘅寵物犬。機械人其實都要返學，喺蘇州呢個創新中心呢，就提供咗訓練場景、共享工位、算力設備等，企業可以訓練機械人採集數據。呢度就好似少林寺咁，小編現場所見呢，有機械人喺度練後空翻啦，上落樓梯、搬貨、做家務。見識過江蘇充滿科技感嘅一面，下一集我哋就穿越過去睇下江蘇喺歷史遺產保護同埋現代科技結合嘅文旅面貌。下集再見，大家記得 CLSS。